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9、第8节。利未记26章34节到46节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通爱世界。圣经虽然甲咱讲毋通爱世界，但是伊有伊特别的定义。当咱即马环保意识抬头的今仔日，咱所强调的是着爱世界。所以，如果无有真清楚的定义，咱就会认为这是互相矛盾的。事实上是无啦吼。伫环保的议题顶悬，咱咧讲爱世界，是咧讲咱爱去听咱所徛起的环境，听咱身躯边所有的动物、食物，或者是讲所有的人。亲像伫前几天发生伫土耳其东南边甲叙利亚接近的所在7.8级的大地震。造成真大的灾难。土耳其以及叙利亚拢总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多人。各国因为人道的精神纷纷派出这个救援的队伍来协助救援。这就是所谓的疼世界的表现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，毋通爱这个世界，所咧讲到的是俗世一派以及撒旦的作为，是遐个甲上帝旨意相违背的人。利未记26章的经文34节、35节安尼讲，就安尼土地就会通完全休息。享受恁住伫遐的时，毋经互伊的休困。伫恁流亡到外国了后，土地将要爬远来得到安息。这是上帝的命令啦吼，毋是干那爱这个人本身来受安息，嘛得爱互别人得到安息，更加得爱互土地得到安息。这个改变就是咧讲，着爱听土地、听世界的改变，才着互土地完全来休息。这是过去咱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农业所做不到的所在。而今年过年的时阵，有机会倒转去到伫鹿港，倒伫教会兄弟的厝。一天早起，兄弟带我甲牧师娘到伫田内底来挽因田内底的荷莲豆、蚕豆以及扁豆。事实上，这个生产是伫休耕时期的历倍。这就是现代农业的概念。也是基督信仰内底非常早就出现伫圣经内底改变的要求。咱着爱听土地，互土地休困，就是上帝所交伫咱手中的这个管理的土地。但是世界的想法却是要甲土地的价值来安尼。树甲大吼，亲像咱过去台湾的农业伫咧安尼标本就讲伊一年有3收啦。这就是咱圣经咧讲学习着世界的贪乱，使得土地无法度充分的休困，愈来愈丧向，这个土愈散。毋通爱世界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意思就是讲，基督徒袂当去学习世界的价值观，
世界的作为。这是咱对农业的概念转变中间咱所看见的。政府面对过去的错误，咱台湾伫农业专家李登辉总统会带领的下面，咱的农业政策有承认过去的错误了后，做真大的修正。就亲像利未记经文所讲的，但是恁的后代要承认家己的罪过，也承认祖先的罪过，因为因抵抗我、背逆我、惹我来对付因，将因放逐到对敌的土地。只要恁的后代知影谦卑，为了家己的罪过甲背逆来接受处罚，我就会记得我甲雅各、以撒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定心应允，将土地赏赐予我的子民。所以基督徒就爱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来脱离世界的恶，离开世界的价值观。就爱真心来听土地、听人。约翰一书第2章的经文也安尼讲：亲爱的朋友啊，我写批予恁，毋是新的命令，是旧的命令，是恁一开始就领受的。这旧的命令是恁已经听过的信息。但是我写予恁的是新的命令，这个命令的真理伫基督的身上，也伫恁中间表现出来。因为黑暗当拄咧消失，真光拄开始咧照耀。这是旧约的诫命，上时嘛是新的诫命。因为人总是袂记得，也是讲根本就无去遵守上帝的诫命。这个诫命是上帝真清楚的命令，是遐受呼召的人，或者是讲基督徒需要去遵守、去实践的。遵行上帝的诫命，通帮助咱离开世界的价值观，离开世界的歹。是上帝予咱的要求，事实上嘛是伊的帮助。这也是咱赢过世界唯一的方法。圣经讲，囡仔，我写批予恁，是因为恁的罪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批予恁。因为恁认捌迄位对太初就已经存在的青年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已经赢过迄个邪恶的。囡仔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捌天病。父老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捌迄位对太初就已经存在天病。青年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强壮，上帝的道活伫恁的生命中间，而且恁已经赢过迄个邪恶的。圣经又搁提醒咱，毋通爱这个世界，或者是任何俗世的物件。如果恁爱世界，恁就无有疼天父的心。一切俗世的事物，好若亲像肉体的欲望、眼目的欲望，甲人的一切的虚荣，这拢毋是对天父来，是对世界来。这个世界甲一切俗世的欲望，拢拄咧消失的中间。但是施行上帝旨意的人，要永远生存。会通离开世界，脱离世界的价值观，才会通成做上帝的子民。跟对上帝的价值观，甲上帝的慈爱同行。因为咱只有专心来关注伫这个，将目睭看伫上帝，
才会当互咱避免甲即个世界受到即个世界的引诱，才会通真心来听上帝，听世间人，正做耶稣基督光影照光伫即个世界。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行为无通指责，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听待上帝的教示，专心追求伊的人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因无做不义的事，有遵行伊的道理。上主，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，爱阮确实遵守。愿我所行所做，确实有得遵守你的规例。我重视你一切的诫命，袂抵到失败见效。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，我要诚心来感谢你。我要遵守你的规例，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愿意遵守诫命，也因为安尼会通甲主同行，来离开世界的引诱。阮也为着托尼基甲苏利亚的大地动救灾来祈祷。虽然已经超过72点钟黄金的救援时间，恳求上帝赏赐你的怜悯甲救恩，互更较侪人会当来得救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